大家好，今日為大家介紹我哋設計與科學科科學探究 B 嘅課程。我會以課程總覽、課程特色同埋課後擴展3方面嚟為大家介紹呢個課程嘅。首先，科學探究 B 嘅課程理念着重於發展學生嘅科學思維同埋科學探究嘅能力，從生活中學習科學，對於生活上一啲科學現象作出解釋，通過觀察同埋思考生活中所遇到嘅科學問題，去整出相對應嘅知識嚟解決問題，並且學習具有批判性嘅科學思維，去判斷一啲資訊嘅真假，以正面嘅態度學習科學原理，並且將科學應用在生活中。基本上，科學探究 B 初一、初二都係每週3節嘅。學生需要自備電腦，電腦嘅配置建議使用 Windows 系統。而按課堂需要，亦都可能有需要帶備相機，或者可以使用手機或者平板電腦代替嘅。而喺初一、初二嘅課程入邊，我哋主要會學習科學素養、物質科學、生命科學同埋科學影像課程呢幾方面嚟着手學習嘅。喺課程特色方面，正如頭先所講，我哋係從生活中學習科學，所以會就住不同嘅學習主題，會設計不同嘅實驗，讓學生進行科學探究，以探討生活中嘅一啲科學現象嘅。除此之外，我哋亦都會教學生製作不同類型嘅科學視頻，例如科普動畫、科學探究紀錄片等等，讓學生可以將自己嘅科學探究成果用影片呈現出嚟。跳出傳統嘅文字報告框架，令更多人知道、了解。同時，將科學、資訊科技、藝術結合，充分實踐到 STEM 加呢個概念。呢度係歷屆同學嘅一啲科普視頻作品。如果家長或者同學有興趣，可以根據下方鏈接進行觀看。在課後擴展方面，聯課活動我哋包括有科學競賽研習小組、科學微電影小組同埋科研小組，可以供同學喺課後繼續去深造。以上就係設計與科學科科學探究 B 嘅課程簡介，多謝。